前不久呢，日本的网络供应商呢开发了一种用手机直接上网的这样的一种媒体平台。这种流动媒体平台呢，可以提供更方便的资讯的这种查找。而香港的这个发展商呢，软件发展商呢也设计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软件，他们呢可以让你，比如说透过这个手机的摄像这种照相功能呢，去拍摄这个店铺的一些形象的这种东西呢，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搜索相关的这样的网页，或者是呢进行一些比如说是商品的买卖啊、相关资讯的一些查询等等。那到底这个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带去感受一下。拍照功能几乎是新款手机必备的条件，用家除了用来记录生活的点滴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呢？香港的一家数码科技公司研发出一种新的方法，将拍照功能做出延伸，利用手机镜头拍下商户刊登在报章、杂志，甚至是广告招牌上的指定图像，就可以直接聯繫該商户的網站，直接取得消費或者是娛樂資訊。只需要佢有一個3G 或者2G 嘅手機去拍攝我哋啲我想 click 嘅圖像框框。咁拍攝完之後咧，嗰個內容或者嗰個廣告咧就會免費咁樣嘅形式咧去輸送到俾嗰個客人嗰部手機嗰度嘅。咁咧，所有呢個接駁同埋呢個信息嗰啲收費咧，都唔需要去付出嘅嗰個客戶。事實上，這種互動的廣告模式在日本已經流行多時，不過香港的科技公司開創出這種嶄新的圖像模式，則是全球首創的服務。其實我哋呢個嘅特色咧就係佢係用呢個圖像去做一個確認同埋一個配對嘅。咁以前嗰啲舊啲嗰啲科技咧就係用呢個即係barcode 嘅形式。咁我哋呢個好處就係咧，嗰個廣告或者個內容商咧可以用翻啲相去做嗰個確認，咁佢就唔需要話喺佢嗰個稿嗰度咧去嘥啲即係地方咧去擺一個淨係呢個即係技術手機先至認到嘅嘢咯。利用截取影像，再透過手機網路傳輸訊息，這似乎是目前最自主的接收訊息方式。生產商表示，透過這樣的方法，未來用戶還可以透過手機享用更多的便利。其實咧嗰個application 咧佢用嗰個方式咧係都幾無限嘅。佢上咗嗰個有關嗰個資訊嗰個網頁之後咧，其實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到，例如去 book 啲機票啊 ，book 啲旅遊團啊，去參加啲抽獎啊，去玩啲問答嘅遊戲啊，或者做啲即係用戶嘅調查啊，甚至乎咧係可以到時去購買埋啲服務或者產品嘅，咁會係多姿多彩咯。屬於中小企的這家公司，過去也曾經推出過這種放置在便利商店內的電子服務販賣機。這次投資1000萬港幣的手機拍照連線服務，雖然說是首創，但是已經有超過10家商戶合作，並且陸續在增加中。每次連線，公司可以收取商戶4元港幣的服務費，預計年底前可以達到收支平衡。